圣凯瑟琳通道最早记载于13世纪700多年前，巷道至今能保有中世纪的风貌。在1995年夏天开始，这里进驻了许多艺术家设立工作室，联合了9个工作室与18位女性艺术家。巷道内也有中世纪风格的酒吧与餐厅，其中一间 Fabulous Chicken 酒吧更借着浓厚的中世纪氛围，不定期举办提供客人角色扮演等活动的魔戒日，也在当地被戏称为魔戒酒吧。